配合台南400举办这个老树的巡礼那从7月10号开始，第一场次到9月28，总共办理了15场次的老树巡礼。那这15场的话，包括12个行政区，我们是希望说大家来找老朋友的那种心态来台南玩，来看一下老树。当然你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看文化古迹，或者一些你饿的话，可以来吃我们台南的小吃。我们另外的话有出专书跟所谓的绘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这342棵的树木是接下来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我们也希望说来了解我们政府机关怎么来医治它，来进行所谓的树木保护的议题。台南市农业局这边有这个机会来办台南400森林活动会当引起大家人对着城市的树木的注意，唔是逐层做好，但是咱会渐渐愈好。这就是讲一个咱台南市的幸福啦。因为要栽种树会当利用这3个字，爱有正长的时间，咱爱有需要正有的眼见，才会当来选择栽着一丛好的树出来。咱南部因为气候足好就足济树实是拢正好，栽伫对的所在，栽对的方法，较会水，较会好。但是栽伫新稻树，伊是完全无好。但是呢，伫这个旷快所在，伊会大甲足久。大家都问说树到底要怎么样的保护它？那我们以现在的这个台南公园来说，你会发现树为什么长这么漂亮？您可以望眼望去，它的根章可以在土地上很自由自在的扩展出来，所以它可以长得很高大。那人们在树荫里面的这个舒服度，相信大家也有感受。那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老树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至少不要轻易的去刮它，然后砍它，甚至塞垃圾。只要做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老树都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点的用心，让我们的夏天可以更舒服。那都是因为这些老树的关系。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怀老树。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南市的农渔地景老树巡礼。我们在台南400年的现在，我们当然是要找出一些值得我们缅怀的地方那老树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流连忘返驻足的地方。那台南现在列管了300多棵老树之外，其实有很多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这个跟我们台南市府农业局来这个呈报说我们还有哪里地方有老树来鉴定一下。像我背后这棵菩提树就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相信这些列管的这些老树都会获得很好的保护。可以看到像它这棵菩提老树，不管它的周边的环境，或是它可能枝叶根系的生长，都会得到政府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保护能够让它不会被受到人为的破坏了。那所以我想老树巡礼总共有15场，遍布在台南市的各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密切关注在我们农业局的网站。那希望一起来共同来保护老树，爱护老树，也希望延续我们台南古都这个老树的生命。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7月19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7月底将伫台南市举行。台南市会议长柯丽丽甲台南市长王伟体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替重要交流活动揭开序幕。预计日本甲台湾有将近700名人士来参加，创下高峰会人数纪录。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7月2到32天将伫台南市盛大举行。19号上午，伫台南市议会召开联合记者会，包括市长王伟体、议长柯丽丽、副议长林志典，以及侪位的议员、市府官员甲贵宾共同参加。议长柯丽丽表示，为了筹办这届高峰会，
市议会全体总动员，并且进行数十间的会议，详细规划活动流程甲细节。因此，日本报名的情况非常的踊跃，创下台日交流高峰会参加人数的纪录。交流高峰会将是在7月29号举办，这也是台湾从2015签订第1届以来第2次在台湾的举办。2018年曾经在高雄举办。那每一届的高峰会都会在主办城市发表共同宣言，以共同宣言的方式，将两国地方议会的角度向中央政策来倡议，以共同维护东亚安定，并让台湾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声。那台南宣言也将在7月29号正式的宣布。那台南市议会这次非常荣幸能够承办这次的盛会，也真的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的支持。不仅是台南市议会当主人邀请台日议员高峰会来自日本，还有台湾各县市议会的先进前来台南，而且这是全台南都在办喜事，所以市府绝对是一定要全力来配合，因为谁都没有办法接受说，万一如果真的办的这个不够尽善尽美，所以呢，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古都好客，尤其今年是台南400年，台南400年举办第10届的台日议员高峰会，那邀请了许许多多，包括我们福尔摩沙，包括我们台盐企业在地的企业一起来支持，来协助用国宴的等级招待国宾的等级来邀请欢迎我们的客人。议长表示，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是对2018年第4届伫高雄举办以后，第2次来台湾举办。这届参加高峰会日本友人大约7成，拢是第1届来台南，因此台南市议会甲台南市政府拢尽全力来准备，不管是伴手礼，或者是台南在地特产巡礼顶大位，主办单位还佫安排3条的路线，提供文化生态、古都巡礼、甲企业参访，提供日本宾客来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最近发生一个教保人员违法的事件，让家长非常的烦恼。因此，台南市教育局就制定一张教保服务机构自主风险管理检核表，加强幼儿园内部管控，建立安全的教育环境。防范的一寡迄个准则这物件爱做出来。5月时阵，有议员质询讲，有幼儿园的教保服务人员对囡仔体罚，虽然已经处罚，但过类似的事件却常常发生。教育局就全国首创制定风险管理检核表。分做3个部分，第一个是幼儿的这个保护，第二个部分是卫生的保健。第3个部分是咱园舍的这个安全啦吼，拢将有这个24项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检核的内容，就是咧，互阮检视一下，阮家己敢有做到，还是讲做有倒位有欠失，就是无做好的所在，就是会使甲补强一下。教育局要求这张表2礼拜写一摆，内容包括着观察囡仔敢有吵闹，定期检查园内环境。监视器爱保存14天以上，爱确实记录状况，强化管控能力，马上检讨也是处理可能存在风险。这个首创是好的，但是我们的想法是想说，那这样是不是会造成业者在工作上会压缩到老师去照顾小孩的时间？这是政府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跟提醒。那因为为怕避免它流于形式，我们协会不定时的在举办一些提升老师的品质跟沟通的一些课程，然后有一些正向管教的东西，让家长可以更加放心把小孩子交到我们园所里面来。这项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家长及民间团体虽然表示肯定，不过也是呼吁爱注意教师的情绪管控，行政压力莫伤过大。教育局未来会办说明会，持续咨询辅导，无定期检查，降低危害风险，提高幼儿的保护机制。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和安平开台天后宫合作，将伫8月10号举办做16岁成年礼活动。
今年因为是台南400，名额特别扩大到400名。同时头摆开放线顶做10会，要互更较侪国内外民众来参与，了解台南特殊的传统文化。安平开台天后宫做10回成年礼的鼓励仪式，至今已经有超过40档的历史。每当由台南市政府委托财团法人安平开台天后宫文化基金会承办的做10回成年礼，以符合时代意义的主题，农历新年鼓励可宜。成功启航穿越台南市的这个10回，登山的这个活动实在真正较欢喜。因为咱台南的这个历史就是咱台湾的历史，所以伫咱寄望咱的少年这代会当来将来搁再继续用咱这个台湾这个拍拼的认真所以阮必须要来办这个活动，或者年轻的少年人知影伊的任务要安怎来珍惜咱古早的传统。市长王伟特也特别出席成功启航穿越台南400做10回成年礼记者会，协助来做宣传。今年满16岁的好朋友都有机会，也欢迎你们来。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这是一项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民俗传统，也就是说，在古代过了16岁以后，就可以领到成人的薪资，正式宣告成年了。那今年有特别，我们跟安平开的天后宫以及很多宫庙一起合作。今年的做10回，也特别规划了线顶做10回的服务，让世界各地民众拢能参加。报名成功后，只要上传指定的相片，就会得到证明，欢喜来当大人。除了实体的做16岁之外，另外感谢永丰鱼能够协助来做线上做16岁。所谓线上做16岁，就是包括世界各国没有来台湾的朋友，只要你满16岁，就可以来这个得到这个线上做16岁来得到一个实体的凭证。那这个部分台南400只有一次哦，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做16岁。那把老定酒老卡阿布酒阿妈，大人看我们的小孩子做16岁，象征他成年，也象征他负起更进一步的责任。我相信这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做16岁哦。安平开台天后宫总干事林国平指出，安平开台天后宫承办专区做10回成年礼行之有年，年年保留传统鼓励，加上农历台南市政府主题，以创意包装，拍响国际知名度。其中艺术意象创作的节目景，成为安平做10回主题。目前庙方计划将节目景量化，延续新村所开办的妈祖指定的夜间导览，接续节目景的量化，以延续夜间经济活动。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中西区多目标使用的地下停车场，地面上号做正兴公园，是台南市第3座向中央争取增奖经费的立体停车场。伫5月厂商进驻了后，智慧化的停车服务开始试营运。7月19号正式开放使用，希望疏解当地停车的需求。来到伊纪念嘉农棒球队第1代球员所晋升所号名的正兴公园，当中有楚留龙、儿童篮球场、溜冰场等休闲设施。时间单位嘛积极征收草木，为环境做最后的收尾，来迎接19号正式开放。当然，该替三营地向中央争取前瞻经费来开辟停车场，就是为了疏解当地停车需求。离港田完成，市府伫5月优先开放地下1楼262架停车，加上专业智慧化的停车服务进驻，有真侪民众拢申请月票，停车率嘛一步一步增加。那个真声公园地下停车场那我们B1 的话有在那个3月开启使用，那有专业的厂商在5月进行那个智慧停车的那个管理，那目前使用率看起来平常时间大概是2到3成，那在尖峰的时刻是可以达到4到5成，那使用率有逐渐在上升的情况。那今天7月19号地面层公园开启了之后，我们预期地下停车场的使用率也会在逐步的攀升。至地下第2站也有315架停车位，嘛预计8月底进前开放。
毕业目前还在做那个渗水的地坪的一些改善的工程，那预计会在8月完成改善之后一起开放。高雄局表示，地下停车场为伫蜜夏街第2出入口，预计7月26日完成停管安装以后，会正式开放。到时民众车辆会当透过中华西路2段甲蜜夏街双向进出，互停车动线更加利便，欢迎民众多多利用。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经过1假日的国风书画展，7月19到8月11，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第61届会员联展，展出老中青3代，总共66把。除了有古典传统，嘛有创新多元的风貌，要甲观众见面。经过1假日的国风画会研究会，3天来，市府为了尊重该会书画传统，差不多每一档7月拢固定会伫文化中心文物馆举办会员联展。今年迎接第61届，同时为了庆祝台南400，老中青3代以水墨、加彩、书法、篆刻等4段传统书画艺术来呈现。除了凸显70位会员创作的成果，互大家借着艺术来交流疏解压力，嘛要以创新多元的风貌甲观众见面。国风画会今年的主题是飞跃周甲，再造新风。因为去年是60周年，今年算是满61年了。所以我们期待呢，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再造新风，当然除了作为一个台南市的一个古典最有名的画会，除了它一个原来的文化底蕴基础之外，希望在创作的风貌上呢，有一种新给大家给市民们、给所有百姓们一种整个文化艺文界一个最新的一个视野的展现。1楼展览的作品主要是书法，来到2楼则是图画。有传达创会理事长蔡草如强调原创性，画出自我风格。前理事长杨志雄毛对象已经消失的溪老书院等建筑记忆，用老相片来创作系列作品的会员吴顺良、龙树人印象深刻。从写生里面去发现美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所以当年创立这个会的时候，以尊重每一个会员的原创性，所以本会内底你要找到讲什么人的图是抄上，大概不太可能。我用对写生去找适合自己表达的一个题材，用自己的语言去诠释。因为咱国画呐画山水，感觉上起来拢看起来足像大陆的图嘛，所以我尾仔选择说，甲咱一寡一定无去的老照片，佮看得到，去问一寡老一辈的人，遐有啥物动态，有啥物来甲组合成一张图嘛，因为咱相片无咱画的图的遐尔精彩因为咱会当添加一寡人物啦，一寡动态的物件。第61届国风书画展7月19号到8月11号，就伫台南文化中心文物馆展出，邀请市民把握机会做伙来欣赏精彩创作。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拓展台南文化游河观光。市府以民间家己所提出的委外经营的方式，成功吸引文化联通公司投资1亿2000万，2后将兴建3座码头，预计116年营运。市长黄伟綽亲自见证签约，要让台南文化的水上观光成为新的焦点。
台南市政府办理运河游船的委外经案18号正式宣布招商成功。伫市长委托见证，观光旅局局长林国华甲运河联通公司董事长李天佑完成签约，甲将投资1亿2千万，兴建河乐广场、水景公园以及林活娘公园3座休闲码头，加上接驳的运河船，预计114年动工，112年完工营运。运河活络这2个要件，第一个，运河本身越来越干净，而且它周边的包括商业设施，包括旅客的这个旅游的动线越来越这个动线越来越好第二个，运河里面的这个游船刚刚也看到我们有这个水陆两用车的这种模式，那也有可能也有游艇的模式，尤其那个游艇码头将来可以提供给这个玩游艇的人可以泊靠在那边，所以非常谢谢利益国际有这么好的 idea， 能够把这个3个景点能够活络起来和乐公园，然后这个林默娘公园，还有水景码头这3个点正好是台南的一个市区内的一个蛋黄区，那把这个蛋黄区串结起来，就非常非常好的概念，而且不只是有别于我们现在这个交通船这样的路线，未来是可以有蛮多的休憩路线。运河游船的委外经营，加上目前利益国际合法取得航权许可，有安平港内顶3条航线，要来展现台南运河、安平渔港以及安平国际上港的无共风情。观光旅局表示，未来该委外经营除了兴建码头、旅客服务中心等相关议题，更期待营造永续城市理念，因为所有水上、陆上的转运都是集团运输，创造运河新的焦点。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112年资料显示，个人糖尿病盛行率大约1成到1成2，嘛就是每10个人当中有1位到2位有糖尿病。糖尿病不仅影响血糖，糖尿病神经病变嘛是危害较大的并发症，因此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真重要。基比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黄志成表示，糖尿病神经病变大部分拢是因为高血糖无得到有效的控制，造成神经的受损。一般常见的症状包括骹手会麻以及肌肉无力等，因为初期的症状并无明显，不过严重者会造成骹部的溃疡、感染，甚至要来截肢。糖尿病神经病变是糖尿病3大并发症之一哈。那所谓3大并发症就包括神经病变、肾病变跟视网膜病变哈。那这也是我们糖尿病防治的重点哈。因为提到这个，刚刚有提到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品质跟对之后病人的这个预后影响很大哈。那所以我们希望病人能提早知道这样子的症状。提早做预防，不要让这个并发症到严重到这个不可收拾的程度。大部分病人最常见的主诉就是卡巴丘比手脚会麻痹的状况。那不过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到我的诊间来，他提到这个手脚麻痹，他都是担心他会中风，大部分都不会想到说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事实上是潜藏在背后的一个杀手。医师表示，糖尿病神经病变。上重要的就是要控制血糖，尤其血糖起起落落、落差真大嘛要注意，并且建议定期做神经学的检查，早期发现、早期介入，避免糖尿病神经病变影响到周边的神经加自律神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棒球是台湾的国球，深受侪人的喜爱。棒球科班出身的徐敏坚，就研究出制作球棒的技艺，会当依照打击习惯甲手感，做出个人化球棒。已经创立台湾本土球棒品牌，袂少人拢来请伊打造属于家己的球棒。原木在机台上奋力旋转，接着手工细细打磨，伴随着木屑飞舞。
慢慢的，球棒雏形就出现眼前。球棒的从板材一直到我们到球形成球棍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从粗胚开始来做施作，然后依照客人他要的棒型，然后包含甜蜜点、包含锥度、包含握把宽度，然后去做到他们要的手感。这是客制化。对，这是客制化的雏形。过去城市高中棒球队的许敏坚，出社会后心中的棒球魂不灭，甚至还研究起如何制作球棒，能依照个人挥棒习惯及手感，客制化每根球棍。那我们这边可以做这个粗胚完以后，可以让客户知道他们的球棒，就是从木材、从板材一直到我们的棒子的雏形，然后一直到我们修好，让客户他们喜爱的他们的样式，然后还有他们的手感，最重要是手感跟配重的，因为每个人挥击的方式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比较趋向于客制化，就是就等于是我们要让这个客户他能够亲身感受到说，这是属于他们自己专用的球棒。在这不只能定做个人化球棒，在工作室旁还有设置投打练习区，可以让定做球棒的民众现场挥棒试手感，强调的就是现打现调整。许敏坚说，这个模式目前也是台湾唯一，全台湾应该只有我们这一间在做，因为我们是以从板材一直做，然后从做到他们试打，打完以后试手感，一直调整到他们手感是他们最喜欢的。棒子我是今天才拿到，然后刚才在训练场那边打，就打出去那种整个手感，就真的是客制化，就依照我想要的重量，然后球棒的平衡，然后就挥棒的速度，打到球的那种初速，都有我想要的感觉。而会将品牌取名为 Line Power， 也是因为许敏坚本身就是狮子座，同时也是希望每位用他家球棒的打者都能敲出如同猛兽出击一般的威力好球。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